大家好，我係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講師葉世傑博士。接住落嚟，等我帶大家從課室外慢慢走到去數學堂上面嘅個別課題，繼續介紹有效支援數學學習嘅教學策略。首先，我哋就會一齊睇下啱啱提到嘅 CRA 框架點樣應用喺課堂之外。當數學概念出現喺學校嘅唔同角落嘅時候，學生咧就能夠喺校園生活入面冇壓力咁樣接觸數學，亦都較容易將抽象嘅概念連結去到真實嘅情景啦。大家回想翻自己學校嘅佈置，有冇曾經見過或者試用過乜嘢嘅點子呢？以下咧就係一啲例子俾大家參考啦。對於初小階段嘅學生，老師們咧就期望佢哋能夠理解數字嘅概念，可以準確咁比較數字所表示嘅數量。我哋可以嘗試喺校園嘅唔同地方滲入數線，例如左邊嘅呢一幅圖，1至12由下至上咁樣排列喺條樓梯上面。但係單單靠展示呢啲數線未必足夠。如果我哋可以喺呢啲一啲樓梯裝置入面配合埋合適嘅教學活動或者遊戲，效果就會更加顯著啦。例如小一嘅同學仔可以喺1至12嘅呢一啲樓梯上面玩猜包剪揼，猜贏嘅同學仔就以數線行翻老師指定嘅樓梯級數量，或者調翻轉猜輸嘅同學仔就向下行。配合埋頭先講過嘅一啲指定嘅數方法，呢一啲策略同時應用環境展示同埋多感官教學，有助學生更深刻咁樣理解數字嘅概念同埋增強記憶。而右邊嘅圖咧就係外國部分校園將份數同埋小數嘅數線融入環境嘅研究例子。老師帶領學生喺籃球場嘅唔同份數或者小數嘅刻度進行射波嘅遊戲。佢哋可以喺現實嘅環境入面感受唔同份數或者小數同個籃球架之間嘅距離，從中理解各個數字之間嘅大細。當中同樣應用到多感官教學嘅概念，俾學生將自己做嘅動作個距離連結去到佢哋見到嘅數學符號。喺呢啲研究入面，參與遊戲嘅學生明顯比對照組嘅同學仔份數同埋小數嘅概念更加清晰。以下係另外兩個運用樓梯展示數學知識嘅例子。左邊呢一個係1到12嘅乘數表，而右邊嘅呢一個就將樓梯分割成各個份數嘅組合。睇到嚟呢度，大家就可能會諗究竟係咪得樓梯先可以做到呢啲展示呢？當然唔係啦，但係由於片長所限咧，咁我哋呢度咧就淨係俾樓梯嘅例子俾大家去參考，咁期待大家喺自己嘅校園入面發揮更多嘅創意。接住落嚟，我哋就翻去課室，就一齊諗下，究竟數學科係咪淨係可以靠數字佢嘅理解就可以融會貫通呢？答案就當然唔係啦。數學學習入面有唔少嘅詞彙，學生咧係必須要理解背後嘅含義，先至會睇得明白相關嘅題目或者應用詞彙嘅知識去解答題目嘅。例如喺1、2年班嘅時候，老師都會期望學生會明白咩單數、咩雙數，仲有呢一啲例子和、差、積、商呢一啲加減乘除嘅答案嘅詞彙，學生又能唔能夠明白呢？去到3年班嘅時候，學生就要開始明白咩係分子，咩係分母。咁但係究竟呢一啲數學嘅詞彙點樣教先會有效呢？或者我哋可以參考下近年嘅一啲研究。以下咧係一個喺美國進行嘅研究計劃。雖然當時嘅目標學生咧係4年級，而且係以個人或者2個人嘅形式進行訓練嘅，但係背後嘅設計咧就值得我哋參考啦。成個研究咧共有10節，每節少於20分鐘。每次介紹新詞彙嘅時候，就會由而家畫面出現嘅呢一個評分表格開始，先讓學生咧表達自己對詞彙嘅認識。接住落嚟，老師咧就會以畫面下方而家出現嘅表格咧開始介紹詞彙嘅定義，當中咧就可以幫學生將詞彙連結去到
具體嘅圖像啦，或者一啲已知嘅概念。然後老師咧就會指導學生辨認或者列舉一啲唔同嘅例子或者非例子。呢一啲咧可以係一般嘅數學符號啦，亦都可以係一啲圖像或者其他嘅表達方式嘅。最後學生咧就透過解答問題、應用同埋鞏固嗰啲對數學詞彙嘅認識啦。喺呢一啲研究入面咧，初步顯示呢一類嘅針對數學詞彙嘅教學時間咧，唔單止能夠提升學生對詞彙嘅認識，而且咧仲有助佢哋改善分數計算嘅能力。大家可以從中參考一下點樣可以喺本身嘅課堂入面融入呢一啲類型嘅數學詞彙教學，等學生可以喺口頭解釋同埋解答問題嘅時候都使用呢啲詞彙。最後，除咗對數學詞彙嘅概念唔透徹之外，學生另一個最常見嘅困難咧就係解答應用題啦。例如呢一條應用題，唔少學生就會單憑共有去決定用加法去解題。呢一種依靠關鍵字去估算式嘅方法，往往就反映緊學生冇真正咁樣咧理解題目嘅情景。有見及此，數學教育學者提出基模教學法，強調先辨認題目嘅結構類型，然後就配對相應嘅示意圖或者去算式去解題啦。由於片長所限咧，詳細嘅教學內容咧就唔能夠喺度盡錄啦。等我哋以畫面嘅呢一條應用題為例去解釋一下。喺閱讀完題目之後咧，學生就可以喺呢個教學法入面，透過題目入面提到總數同埋兩個部分嘅數量，判斷咧呢一條題目係屬於合共形。然後係利用合共形嘅示意圖或者算式，喺適當嘅位置上面填翻題目入面嘅數字資料，最後就進行運算。多項研究發現，基模教學法能夠顯著咁提升小學生解答文字題嘅表現。畫面度咧，大家都會見到右邊出現咗兩個 QR code，一個咧就係關於加減法嘅基模教學法係點樣應用，入面有啲咩題型。下面嗰個咧就係乘除法嘅，咁就俾大家參考同埋諗下點樣喺本身嘅課堂入面去使用啦。希望呢個影片咧嘅教學建議能夠為大家提供一啲促進學生數學學習嘅點子，等我哋一齊合作，以實證為本嘅方法為學生嘅數學學習效能努力啊！多謝。